F1 世界唔止係賽車場上火花四起，人事鬥爭同技術博弈更加係精彩。當 Max Verstappen 嘅工程師 Gianpiero Lambiase 喺阿布扎比尾站哽咽，就已經知道一定又係一場 Red Bull 內部核心瓦解嘅序幕。而喺法拉利嗰邊，原本希望2025挑戰到冠軍，結果成為零勝嘅笑柄。技術主管跳槽，車隊迷失，加埋咸美頓水土不服，紅軍面臨前所未有嘅危機。今集就深入講解 Red Bull 同 Aston Martin 之間圍繞住 GP 同 Adrian Newey 嘅搶人大戰，點樣一步步影響到 Max 嘅未來抉擇，同時分析埋法拉利點樣喺今年崩潰之後投注所有希望喺 Project 678，誓要用 SF26 洗脫恥辱。兩隊都各自代表住兩種命運嘅交叉點，而2026將會係 F1 新時代嘅起點。不過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 follow 我個 channel，就記得 subscribe 啦。事不宜遲，即刻入正題。之前都有提過 Max 嘅工程師 GP 喺阿布扎比站嘅事。最近 Max 喺訪問入邊再提到，佢同 GP 已經唔單止係工程師同車手嘅關係，更加係朋友、精神支柱。Max 話自己清楚知道 GP 過緊咩生活，亦好感激佢無論發生咩事都一直陪住自己。又講到會私下同佢好好傾偈，因為唔想喺鏡頭前公開太多內情。更加有小道消息話 GP 妻子正處於癌症抗戰，正係因為咁，觀眾亦更加覺得背後可能係一場告別。而家有多間傳媒報道 GP 未來有可能轉戰其他車隊，亦都同 Red Bull 傾緊離職嘅事。而 Aston Martin 管理層同佢展開咗初步會談， GP 可能會擔任高層技術或者體育總監職位，目標係喺2026年季初開始正式入主 Silverstone 工廠，成為新一代幕後將軍。消息仲話 Aston Martin 提供咗一份極吸引條件嘅合約，唔單止薪酬豐厚，仲俾佢可以喺英國本土工作，唔需要再周圍跑比賽，令佢可以集中處理好自己嘅私人難關。2026年將會係佢強制休息 Gardening Leave 1年期，之後喺2027年正式加入陸軍。更加有趣嘅係 GP 其實喺 F1 初期已經喺今日嘅 Aston Martin 前身 Force Indy 效力10年，今次有機會舊地重遊，可謂命運兜兜轉轉。如果 GP 真係離開，對 Red Bull 一定會係沉重打擊。2025 Red Bull 高層已經經歷咗好多次人事動盪，由策略部、技術部到 HR 總監，多位功臣先後離隊。今次如果連 Max 嘅賽車靈魂人物都走埋，代表成個車隊核心幾乎完全瓦解。事實上 GP 對 Max 嘅影響遠超工程範疇，佢除咗負責賽道即時調整，仲係 Max 情緒最穩定嘅依靠。喺最關鍵時刻識得收復脾氣火爆嘅 Max，GP 嘅冷靜果斷，技術整合能力早就俾 Red Bull 認為佢係未來繼承 Christian Horner 或者 Jonathan Whitley 嘅熱門人選。而如果佢離隊，對 Red Bull 唔止係技術流失，仲係文化同價值觀轉變。Red Bull 未來冇咗佢，喺培育新工程師同維持團隊氣氛方面將會出現空缺。而家 Aston Martin 嘅技術擴軍計劃表面上係一場工程實力升級，但實質上背後潛藏住更大嘅目標。佢哋上年就成功挖走 Red Bull 設計大師 Adrian Newey，家下再伸手招攬 GP， 幾乎可以話係針對 Max， 一個負責設計未來賽車方向，一個係負責賽道即時指揮同溝通，兩位都係 Max 嘅關鍵拍檔。而家 Aston Martin 將佢哋逐個搶走，針對性非常明顯。對 Aston Martin 嚟講，目標清晰直接，唔單止係強化團隊實力，而係要逐步鋪路，打造一隊足以吸引 Max 過檔嘅理想團隊。佢哋知道單靠錢買唔到 Max， 但如果可以俾翻一啲佢熟悉嘅人，值得信任嘅工程團隊，加上一隊有競爭力嘅車隊，就有可能動搖佢對 Red Bull 嘅忠誠。今時今日嘅 F1 已經唔係10年前嗰種邊部車快就揀邊隊咁簡單，而係更加重視團隊氣氛、技術路線同未來願景。Max 曾經講過，佢唔想一世都喺同一隊，要睇清楚邊度先至值得佢奉獻巔峰歲月。而 Aston Martin 嘅行動正正回應緊佢呢一種心理。同時 Red Bull 而家內部人事動盪不安，由 Christian Horner 爭議開始，到高層接連離隊，再加上2026面對設計方向不確定性，對 Max 嚟講已經構成一定心理壓力。GP 離開，如果成事，會唔會成為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呢？我覺得都好大機會會係。而 Aston Martin 到時如果真係成功組成 Adrian Newey、GP 加埋 Dan Follows、Eric Blandin 等等嘅 Aerodynamics 專家嘅技術核心，再配搭 Honda 嘅新引擎，整體戰力將會係前所未有咁強。再諗深一層，呢種先搶工程師後挖車手嘅策略，根本係抄 Red Bull 當年對雷諾嘅手法。當時佢哋就係由設計部門入手，再搶埋成個核心團隊，最終 Vettel 贏咗4連冠。今次 Aston Martin 嘅舉動只係角色互換。Lawrence Stroll 好清楚，如果想喺2026年新例之下彈起，單靠車係唔夠，一定要有頂尖車手。Max 正係佢哋認為唯一可以改寫歷史、
為車隊帶嚟第一個世界冠軍嘅人選。咁要揸 Max，就要先打造一個佢會想加入嘅車隊。到時如果成真 ，Max 就會重遇 GP。同時有 Adrian Newey 設計嘅賽車，康達新引擎，再加一隊資金充足、管理層穩定、全英班底嘅團隊支援，咁仲有咩理由唔轉會？同時千祈唔好低估 Max 嘅自由意志，佢唔似嗰啲只係睇數據嘅車手，佢要嘅係挑戰、尊重同清晰嘅願景。如果 Red Bull 冇辦法俾到未來佢，而 Aston Martin 有，轉會就唔再係如果，而係幾時。未來2季會係關鍵過渡期，而 GP 呢一步棋可能就係打開戰局嘅開始。Red Bull 止唔止到血 ，Aston Martin 有冇能耐，將會決定 F1 之後幾年嘅勢力版圖。另一邊廂，2025年對法拉利嚟講可以話係一場災難。喺經歷咗2024年差啲就可以挑戰世界冠軍之後，大家原本以為 SF25會係一部能夠衝擊冠軍嘅戰車，但現實係啦，部車唔單止冇進步，反而變成全面失衡。技術部門經歷咗人事震盪，導致 SF25喺冇穩定領導之下倉促交貨。99%重新設計，但係換嚟嘅係零勝場，設計失誤重重，最終車隊都只係排第4。車手方面，咸美頓轉投紅軍之後表現更加係慘不忍睹，完全唔識駕馭呢部意大利戰車。Charles Leclerc 勉強撐得住，死頂成季。但係講到底，成個法拉利體系喺今年係完全崩潰。而2026年唔止係新一代技術規則上路，更加係法拉利重建聲譽嘅最後機會。失敗一次可以話係意外。連輸2代就會變成笑柄。法拉利喺極大壓力之下展開咗 Project 678，即係即將推出嘅 SF26。為咗避免再一次令車迷失望，車隊今次低調處理，唔再搞花臣，唔再提前大賣廣告，而係專心做好每一個細節。下年1月23號 SF26 將會喺 Maranello 亮相，並喺自家 Fiorano 跑道進行首次測試。雖然只係一部初階版本，但目標好清晰，收集數據、測試可靠性，為3月澳洲站做好準備。法拉利策略之一就係採用雙階段版本。巴塞隆拿會用初代測試版，專注驗證每個系統；而去到巴林會推出更加接近實戰嘅 B 版本，用嚟做澳洲揭幕戰嘅實戰配置。呢種策略希望用盡每一日發展時間，喺規則重新洗牌之下，贏到早期優勢。SF26 其中一個核心發展方向就係全面放棄過去幾年喺地面效應上嘅依賴，改為重視車身空氣動力、尾翼同前翼嘅主動變化。根據意大利媒體消息，法拉利喺 Maranello 測試咗50款前翼設計，務求揾到最完美嘅空氣流動組合。喺懸掛系統方面亦都進行咗重大改動，前面就繼續使用 pull rod 設計，但後面就會改用 push rod， 係自2010年以嚟嘅首次。除咗機械結構之外，技術團隊亦都研發出可控性變形嘅前懸掛手臂，會喺高速之下因應氣流產生彎曲，從而改善車身離地距離，提升整體空力表現。呢啲設計要突破物理限制，但又要完全符合 FIA 彎曲測試標準，挑戰性極高。動力單元方面，車隊已經全力投入新世代混能引擎開發。法拉利最大優勢之一就係提前放棄2025年 SF25，一早轉向2026研發。所以理論上係有好充足嘅時間針對新例開發。據講，法拉利新引擎配備更細、更有效嘅散熱器，有助釋放更加多側箱設計空間，提升氣流效率。雖然平治同 Red Bull 因應規則灰色地帶，疑似喺動力單元上面偷步，但法拉利已經向 FIA 提出正式投訴，期望可以喺澳洲開季之前得到公平條件。不過為咗以防萬一，法拉利內部已經着手開發備案版本，萬一 FIA 放生對手，都可以喺季中推出對應升級應戰。仲有一項比較少人留意但極有戰略價值嘅創新，就係法拉利選擇繼續同 Shell 合作，開發新一代生物燃料，來源係有機廢料，相對其他車隊偏好嘅合成燃料。法拉利呢邊初期雖然起步慢，但隨住配方穩定之後，喺燃燒穩定性、能源效率方面就會逐步形成領先優勢。為咗配合引擎硬件更新，法拉利亦都大幅提升咗能源管理演算法，特別強化 ERS 動能回收系統部分，務求最大化每一圈嘅能源調配效率。有消費者就話，2026年每隊車隊都會喺 pit wall 安裝專責能源策略工程師，幫車手實時調配運能輸出。法拉利會由經驗豐富嘅工程師親自主理。車手方面 ，Charles 就一如以往喺 Maranello 長駐，堅持喺休假之前繼續投入模擬器開發。而夏美頓方面，經歷咗1年嘅掙扎之後，慢慢揾到少少感覺。由於2026年新車風格比起呢一代地面效應更加貼近佢熟悉嘅賽車節奏，夏美頓都好有動力同信心，甚至向車隊送上感謝禮物，感激技術部門喺逆境之中都繼續堅守崗位。至於夏美頓工程師 Riccardo Adami，一度傳出離隊消息，
但係一次正面嘅晚餐會面之後，佢哋雙方確認咗會繼續合作，希望喺第二年可以更加熟悉對方，建立到默契。但唔少人，包括我都認為，佢哋兩個風格本身就南轅北轍，之後係咪真係會磨合就要再觀察。由 Red Bull 喺失去 Adrian Newey 之後，再傳出 GP 離隊消息，令到成個 Max 陣營都出現動搖。同一時間，法拉利就重整技術架構，亦都喺心理層面努力安撫咸美頓同 Charles， 希望可以俾翻啲信心車手。2026年新技術規則逼近，每一步都可能改寫未來幾年勢力版圖。對觀眾嚟講，我哋唔只係睇邊個快，而係想知道當一隊車隊失去靈魂人物，當一個品牌再冇犯錯空間，佢哋仲可唔可以反彈？Aston Martin 會唔會真係成為 F1 未來新霸主？ Max 會唔會踏上新旅途？法拉利又能唔能夠靠 Project 678重拾榮耀？種種疑問將會喺未來一一揭曉。最後，如果你鍾意關於 F1 嘅片，記得撳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見。